咁我哋都開始先啦，各位老師，咁啊歡迎大家參加今日呢個嘅M&S 嘅爬繩機械人比賽嘅簡介會啊。咁我先咧將個時間咧交俾我哋科技學會會長咧鄭家略老師去講幾句說話先。各位老師，你哋好啊！咁咧，我係譚李麗芬，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嘅科主任啦，即係呢個設計科技科主任啦。咁我同時咧個身份亦都係呢個香港科技教育學會會長，我叫鄭家略啦。咁咧，今年咧我哋咧一秉以往嘅做法啦，我哋都第三次搞呢個叫 M&S 呢個 Make and Share 呢個活動噶啦。咁啊，個主要嘅宗旨咧就係讓大家將大家已經發明咗嘅嘢能夠解決到人生活上需要嘅嘢咧，就攞出嚟即係讓個社區咧可以享用到咁樣。咁但係咧，今年咧，我哋咧就大家咧傾出嚟啦，就會讓大家咧多一個機會去展示學生啦同埋老師嘅成果。咁咧，我哋除咗呢個發明賽之外咧，我哋又加添咗一個叫競技嘅賽事。咁一陣間阿林老師咧會詳細解釋呢件事噶啦。咁我希望咧大家都踴躍參加啦。咁到現時為止咧，參加個校都有一定嘅數量，但係咧可能小學方面咧，我哋仲需要咧呼籲多啲嘅同工參加。可能小學生咧認覺得我哋嘅競技賽咧太複雜，其實就唔係咁複雜啊，好簡單。我諗中學生、小學生都可以參與嘅，因為係有一個已經現成嘅成品啦，可以參考，而我哋只需要去上面作一啲改動咧，就可以參加競技賽。至於發明賽咧，咁大家咧，如果往年有參加過咧，亦都可以繼續參加啦。咁喺呢度咧，我將時間咧就交翻俾阿林老師，讓佢咧同大家講下呢個發明賽同埋呢個競技賽分別嘅要求同埋嗰個我哋運作嘅情況。唔該，唔該，林老師。好，等我先分享個 PowerPoint 出嚟先。好，應該大家都睇到個 PowerPoint 啦，嗬。咁咧就我哋呢個比賽咧就第一次搞嘅。咁啊，其實咧主要個目標咧，其實唔係啲好複雜嘅嘢嘅啫，都係想做一隻機械人出嚟然之後咧做得一個任務，就係喺條鋼索上邊咧由左邊爬到右邊咁樣嘅啫。咁唔會話太複雜嘅。OK，咁呢個比賽咧，我哋會限時嘅，喺一個限定嘅時間之內，睇睇嗰個機械人嗰個爬繩嘅能力，可唔可以由起點爬到終點？咁個距離幾遠咧？由起點至終點咧，我哋定咗咧係一條2米嘅鋼索嚟嘅，一條威亞嚟嘅。咁啊會有一個標記mark 咗一個嘅起點終點出嚟。我之後會有圖片可以俾大家睇到噶啦。咦，頭先係咪有老師話聽唔到聲音啊？有冇其他老師聽到聲音啊？係先，聲音上面有問題。嗰個老師正出聲咯。係先，聲音有冇老師聽到我講嘢㗎？如果聽到，回應一下先，等我起碼知道係我聽到啊，聽到啊，唔該你。係聽唔聽到啊？聽到清楚，唔該。有聲嘅，有聲嘅。好，咁樣嗱，唔緊要嘅。我呢一個簡介會咧，其實我都有做錄影嘅。咁之後咧，我再將呢個錄影咧會再分享翻俾大家嘅，同埋佢呢一個 PowerPoint 我都會分享翻出嚟嘅。係啦，咁我哋繼續先，繼續先。OK，咁咧我哋呢個機械人咧就要放咗喺一個特定區域，即係喺個起點之前一個特定區域嗰度開始嘅。咁個區域唔好大嘅啫，得5cm 左右嘅啫。係啦，咁我有圖片睇嘅。好，係嗱，呢個大致上咧係當日比賽嗰個場地設計啦。
咁就因為用嗰條威亞比較幼啊，咁所以你見到我哋後邊拉一塊布咧，影相方面大家可以望到有條威亞喺度，你見到㗎，係啦，正常就唔需要有塊布喺後邊嘅。咁你見到咧個機械人咧，其實只需要打橫爬啫，唔需要向上爬，亦都唔需要唔需要上斜落斜嘅，平移就可以噶啦。咁啊，打橫爬2米嘅距離。咁喺起點位置同埋終點位置咧，其實都會用一個有個紅色嘅 marking 標示住嘅。咁起點開始嗰陣時咧，嗰個機械人咧需要放喺起點前嗰個位置啦，唔可以踩住紅色 marking 嗰度啦。終點亦都係要機械人爬過咗個紅色 marking 先至為之叫完成個比賽咯。好，咁喺成個比賽入邊，頭先講咗啦，嗰個可以掛機械人嘅範圍係一個5cm左右嘅空間。個機械人一開始比賽嗰陣時咧，咁啊大概有唔係大概就會有3分鐘嘅時間咧，就會俾個機械人作賽嘅。3分鐘內個機械人需要由個起點爬出個起點嗰度，一直爬到個終點。如果過咗3分鐘都未到達終點咧，咁個比賽都係要完結㗎啦。咁啊，每一位嘅參加者咧都有2次嘗試嘅機會嘅。即係話第一次可能係爬機械人嗰陣時，佢3分鐘爬唔到終點喎，咁樣唔緊要。參加者可以拎翻個機械人調整一下先。個機械人可以有少少微調之類咁嘅嘢，跟住再掛上去做第二次嘅比賽。咁一共係會計2個分數，咁啊以最高個分數為準嘅，為嗰個最終結果嘅最終嗰個分數。好，咁咧我哋點樣計算個分數咧？唔係話就咁計時嘅。咁咧我哋有一個計分嘅準則，咁啊每一個參加嘅同學，因為呢個係個人賽啊，每一隻機械人咧佢個分數咧係會有一個底分嘅，就係500分，然之後咧仲有一個扣分嘅制度咧去減翻出嚟噶啦。要減啲咩咧？首先個機械人咧，我哋係會先磅咗重先嘅。每一次佢掛上去，即係無論個同學仔係第一次嘗試又好，第二次嘗試都好，佢會先放一放上磅，磅一磅重嘅。咁個機械人每一克嘅重量咧，就會喺500分入邊減翻1分出嚟嘅。假設你見到圖畫入邊，個相片入邊嗰隻機械人係100.3 gram，100.3克，咁即係話500分咧就要減翻100克啦。因為我哋係4捨5入至整數去計算嘅，用500分就減翻100分出嚟。然後爬行嘅時間咧，用嘅時間亦都係啦，用咗幾多秒咧，就減翻幾多分出嚟。譬如個機械人用咗2分50秒去爬嘅，爬到終點，咁咪扣減翻就係換算係170，唔係，唔好意思，兩分50秒，170分係換算翻就係減翻170分出嚟啦。但係如果機械人係用咗3分鐘都未到終點嘅，咁啊直接就係減180秒，180分嘅啦。好，我哋最尾有一個 bonus 嘅分嘅，就係點樣咧？如果呢個機械人3分鐘之內成功到達到終點咧，係會額外加多100分嘅獎勵噶。OK，佢後邊咧有一個計算嘅例子嘅，可以大家望一望。就應該普遍係呢2個情況啦。第一個情況就係機械人，假設啦，一隻100g 嘅機械人，佢用咗分半鐘嘅時間爬到去個比賽嘅終點，完成咗個比賽。咁呢一 round 嘅分數點計咧？就係佢底分500，減走佢100g 嘅分，即係100分，亦都減走佢用咗分半鐘嘅時間，減90。然之後咧加翻佢成功抵達終點嘅100分個 bonus，咁佢總分咧就係得到咗410分咯。好啦，如果係第二個情況嘅，一隻100g 嘅機械人，佢用盡3分鐘都去唔到終點啦。有啲情況嘅，因為有機會中間可能機械人甩手啊，或者係卡住喐唔到啊咁樣。好啦，咁如果有呢個情況咧，咁個分數就咁計啦。係底分500，減翻機械人重量100g 100分，然後再減埋佢用晒個3分鐘180。咁就今次就冇得加個100分 bonus，因為佢去唔到終點啊嘛。咁就係得220分咁樣計算啦。好，咁個機械人嘅規格
係啦，咁呢隻機械人咧，就要用大會提供嗰隻嘅，咁但係可以做改裝嘅，咁有啲咩要保留咧？首先講先，呢隻機械人咧就嗰個售價咧要向大會買嘅，就10蚊一隻，唔算好貴嘅，10蚊一隻。咁譬如學校想派10個同學出嚟，咁分別做10隻機械人咧，咁就需要買10隻咁樣咯。咁做改裝，邊啲地方可以接受改裝咧？其實只係除咗個電池盒啦，除咗隻摩打啦，即係機械人中間黃色嗰隻摩打咧，你見到啊，加埋機械人正面有哈哈笑，同埋肚腩有我哋 M&S logo 呢3樣嘢一定要保留之外咧，其餘嘅地方全部都可以改裝㗎。即係話你話哦，我個手臂想改長啲喎，咁樣係可以㗎，可以掛一隻長啲嘅手臂上去㗎。咁另外電源方面，咁就係用2粒嘅 AA 筆芯電啦，因為佢本身都係一個 AA 電嘅電池盒嚟嘅，就係咁樣嘅啫。好，咁就成個比賽嗰個流程就係大致上咁樣。有冇老師有任何問題想問一問啊？你好啊，我係馬利諾中學偉 Sir 啊。係，你好。係你好，想問下嗰個機械人咧，係去到先砌啊，定砌好先拎過嚟嘅？砌好拎過嚟，砌好拎過嚟嘅，好唔該。可以咁即係要預先買咗，跟住我哋砌好啦，改係啦。裝好嘅過嚟啦。係，咁我講講買機械人嗰個程序先。咁因係為咧，我哋呢個 M&S 嘅報名，即係包括發明賽同埋呢一個機械人比賽咧，都係同一個報名嘅 form 啊。咁截止日期都係一樣㗎，都喺下個星期5月2號截止。係啦，咁大家仲有時間報名嘅。咁當過咗5月2號截咗止啦，我哋收到晒啲報名之後咧，我哋會有專人去聯絡負責嘅老師咧，負責帶機械人嘅老師咧，就會去採購呢一個嘅機械人，係啦，咁有專人聯絡嘅。咁到時咧，我哋會運費到付咁樣送到學校啦個機械人，或者如果都係屯門區嘅話，就方便啲啦。如果唔需要運費到付咧，可以過嚟譚美利分度攞機械人都可以，就係咁樣。好，有冇其他老師有問題啊？睇下聊天室先，聊天室未有老師問。好，咁如果稍後比賽日期同時間見到啦，咁比賽日期咧，我睇翻先，就喺我哋7月嘅臨近暑假嘅，我哋比賽日期7月12號星期六嚟嘅，7月12號星期六，咁時間咧係上晝，但係確實幾點鐘開始咧？我哋仲計劃緊，因為要就一就學校用場地嗰啲時間啊，但係咧肯定係半晝會完結㗎啦。7月12號嘅上晝。如果根據上年嘅經驗咧，上年我哋淨係做發明賽咧，上年我哋係9點幾開始嘅，咁學校可以提早一啲時間8點零鐘就過嚟 set 場，咁我哋大概去到1點就完結就頒獎禮啊。咁今年咧我哋都再要去再重新規劃，因為多咗呢一個嘅爬升機人嘅賽事咧，咁就要睇睇嗰個到時有幾多有幾多隊伍報名參加比賽機械人啦。咁我哋再要睇睇嗰個時間安排嗰度咁但係盡量都喺朝早就完結咗個賽事㗎啦，會咁大家可以記一記啦，7月12號嘅朝早啦。好，仲有冇其他老師有疑問呢？如果稍後先至醒起有啲問題想問咧，唔緊要㗎，可以隨時 WhatsApp 我嘅。我亦都會大家可以先有興趣嘅報咗名個比賽個表格嗰度 Google Form 報咗名先，係啦，報咗名先，我可以再 send 多次嗰個報名嗰個連結，係啦，咁大家可以考慮會參加嗰個發明賽啊，定係參加呢個機械人比賽，定係同一時間兩個都可以參加得嘅喎，咁樣。係啦，咁我之後再會喺 WhatsApp 嗰度同大家聯絡嘅。好，如果呢度冇問題嘅話，咁我哋今日個簡介會就去到呢度先啦，好唔好啊？
好，如果再有問題可以私下聯絡我再問。咁我會稍後將呢一個簡介會嘅錄影同埋呢個 PowerPoint 咧會 send 埋俾大家嘅。好，好唔該晒大家，拜拜。